信息27，我主上帝，咱因第一站。大家真熟吼，咱来练第2首，257首，求主奋兴教会，咱用完因第1节就好。第3首393，这首上用的诗歌，咱较少人，咱换来团练一解。将时间交敬拜赞美。亲爱兄弟平安。真欢喜，咱搁做伙组织来敬拜，学到咱的主，互咱用火热的心，甲上大的情，愿主开车来学到伊。你甲边的人讲，耶稣疼你，我嘛疼你。咱行这起去。天地稳定真正大，日日地因错，无论风雨也冰清，你拢袂看。咱着照亮你的门，日日伊有出，好在你艰难变正欢喜，欢乐变福气。你的他因错，无人稳定拢无错，归来的心靠，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为啥人生，可悲对拢总相交欢喜。天地稳定真正大，日日地因看，无论风雨也冰清，你拢会看。咱着照亮你的门。在你艰难变正欢喜，欢乐变福气。你的那因错，无人稳定拢无错，归来心靠，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
平川，我让云灯笼不转，归来的心花，平安好平无家的光，让流露归乡迎接，我铁的龙中撒干花雨。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荒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主赐给我无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把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荒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荒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荒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
行，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站阵。行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15节说：我的百姓以我的名来请的，若是家己谦卑祈祷求我的面，我转离开因的歹做，我就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地。我要目睭看，耳孔听，伫这个所在所献的祈祷，咱用这首诗歌加做咱的祈祷。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啊，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春儿吹停，风出鸣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去降临。我们呼求你啊，巴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春儿吹停，风出鸣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呼求主啊，巴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春
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天父爸爸上帝，阮感谢你，阮当心伫你的面前用祈祷来寻求你的面，阮将离阮一切的歹做，直至心志单单来问地你，求主复兴阮的教会，使阮有合一的心，点着复兴的火伫阮每一个兄弟的姊妹的心。150岁的路主教会，要搁一遍看见主你的荣耀降临。主所竞选的囝儿，要大大来做工，传扬主的福音，一生随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性命。愿你感谢祈祷，是用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阿门。若是时要到，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是爱即号人的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心来敬拜。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即时咱要来吟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咱请起立吟全首。有
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你创造宇宙万物，天的血气总是主你的话永远是伫地。主，愿泸州教会伫今年150周年，阮为着即个事来欢喜，要来庆祝。主你的灵大大来启造阮敬拜的心，开励阮祈祷的心，互阮会当伫泸州教会为主你来做工，互阮人见证上帝你的圣尊名，互阮会当将福音传互泸州教会也无认捌你的兄弟姊妹甲百姓。主啊，求你嘛帮助阮久久无来阮教会实体礼拜的兄弟姊妹，即时疫情已经渐渐煞，求你互因信心，互因搁一摆会当起条主，会当掠条主。主，阮知你的应允总是无互阮会当失志。当阮软弱的时，阮仰望你；当阮软弱的时，阮嘛是要仰望你。主，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阮的性命会当学习马偕博士伫150年前伫台湾这个岛屿所传的福音。主，阮军队马偕博士的精神的脚步，阮来传扬即款的福音，拢是要靠着耶稣基督圣神的气力来做。主，帮助阮泸州教会会当日日精进。互阮的兄弟姊妹会当对着牧师正当工，对着牧师会当来跑走头前的路站，帮助阮，互阮的泸州教会会当下主你的心意，因为这是奉你的名来起造的。主，阮感谢你，祈祷靠耶稣的名。咱拍开新信息后壁面，启应文第6篇、53篇，启应文第53篇，伫1095页，1095页，显着我来刻，兄弟姊妹来印。启应文第53篇。我着带啥物就问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上主敢会欢喜千只公的羊，也是万条溪的羊。人啊，伊有指示你啥物是好。一声，就是行公义，心存慈爱，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这是圣歌队要来献诗，复兴的火。
即时咱请起立来坐念10届。第1届，你嘛有爱上帝。第2届，毋通为着家己了敬偶像。第3届，毋通人善亲了我你的上帝名。第4届，着伫咧按照你治理罪行。第5届，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6届，毋通害死人。第7届，毋通行奸义。第8届，毋通偷窃。第9届，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届，毋通贪心。请坐。即时，咱来读今日牧师要讲到的圣经节，历代志的第7章11到16节。伫旧约圣经显着，我来读，恁来听。第11节，对安尼，所罗门去耶和华的殿，甲王宫完工。伫耶和华的殿甲王宫，见所罗门心内所爱做的，拢做到成功。暝时，耶和华出现伫所罗门，甲伊讲：我已经听你的祈祷。也经即所在做献祭的殿，我若关目天到直到无落雨，也是命令草莓食伊的土产，也是互瘟疫流行伫我的百姓中。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请的，若家己谦卑祈祷，求见我的面。活转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地。我要目睭看，耳孔听伫即所在所献的祈祷，因为我胆已经经即间殿分别伊做圣，互我的名永远伫遮。我的目睭，我的心也要久长伫遐。以上。这时，咱要邀请伊这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再次教会的复兴，愿上帝祝福讲伊的话甲听伊的话的人。礼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伫今日，咱圣性引带咱的脚步，来到伫主的圣殿，伫遮来敬拜伊，服侍伊。当咱会当遵守主日来敬拜上帝，这是一个服侍上帝，这是一种的服侍。望咱伫每一届的礼拜日，咱拢用欢喜的心来到伫主的面前，来服侍，来敬拜。到底什么是复兴？头拄仔圣歌对所吟的歌，甲咱讲合一，同心合意，就会当带出一个开展。复兴的源头是在伫圣神，当圣神的火点着咱，圣灵的火点燃了我们，咱才会当复兴。复兴伫咱个人，咱个人复兴。教会就复兴，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的殿院，伫遮来敬拜你，是极其的好啊！阮会当诚做你名的百姓，是极其的好啊！互阮珍惜安尼的福分，会当掠耶和华做阮生命的欢喜。主，你就要将阮心所求的赏赐互阮。互阮阁一摆来到伫你面前，用谦卑顺服来思考、来反省、来回转，互阮的生命日日来得到更新。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到底什么是复兴？关于复兴，
真侪人真期待教会复兴，每一个人对伫复兴嘛，拢有无共款的认知、想象、感受、期待。到底什么才叫做教会有复兴，或者是教会得复兴，或者是教会将要复兴？到底是教会有复兴，还是教会在复兴，还是教会将要复兴？到底教会复兴是过去式，还是现在进行式，还是未来式呢？啊，兄弟姐妹，你感觉教会复兴是安怎？是过去式呢，还是现在进行式呢，还是未来式呢？现在进行式，感谢主，现在教会就在复兴。所以一间互上帝欢喜、佮复兴的教会，到底是什么种的教会？以一般人的眼光来看、来认为，通常感觉讲啊，教会会有人真多，礼拜安尼人真多，就叫做复兴。有的人嘛认为，教会有真多社区的事工，这就是复兴。总是有一句话，有一句，有人嘛感觉讲啊，奉献多，事工多，啊有火热的敬拜，这个叫做复兴。总是有一句发人深省的一句话，甲咱讲，复兴毋是教会充满着人，复兴是人互上帝来充满。复兴不是教会充满人，复兴是人被上帝、被神来充满。上帝要看，所要看一间教会内面，伊所看重到底是什么？我想上帝要看一间教会是内面有偌济听主的信徒。那么来思考一个问题：伫马太福音15章第8节，这句话常常真刺插我的心吼。这句话安尼讲，伊讲：百姓以口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有时阵，咱用咱的嘴唇伫咧尊敬上帝，伫咧阿罗上帝，伫咧敬拜上帝，总是对主来看，咱的心却是离主远远，离主很远。兄弟姊妹，复兴的开始，就是咱每一个人甲上帝建立一个真近、非常近的距离，就是咱甲上帝契合。咱甲上帝的心契合，咱会当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我想，咱必须要对圣经来了解复兴的本质、意义甲源头，咱才会当用正确的眼光、想法，甚至是期待来起造教会、起造团契、起造事工。当咱明白圣经复兴的真理了后，咱嘛才会当明白上帝的看见、上帝的心意，然后会当用一种符合伫上帝的心意来看待、来追求教会复兴这项事。到底什么是复兴？复兴在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中间的意思是复苏，是恢复。所以，伫当代神学词典对伫复兴有一个定义，咱只会来读这段的定义哦。复兴是神临到他的子民，触摸他们的心灵，在他们的生命中加深他恩典的工作。复兴就是上帝临到咱的心，摸着咱的心，所以咱会当看到。上帝伊所欢喜，伊所听，对着今仔日经文，咱看到所罗门王伊将圣殿王宫来起造了后，咱看到所罗门他所做的一切都怎么样？尽都顺利成功。
然后在晚间，耶和华出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大心，咱会当看见耶和华伊欢喜所罗门的心，他喜悦他。然后接续耶和华讲，一切灾害若是发生，有一个办法会当来得到赦免甲医治，就是上帝来祈祷，就是今仔日经文第14节，咱做伙来读，看咱的周报第14节安那讲，伊讲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请的，若家己谦卑祈祷，求见我的面，活转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罪。咱搁读一解，请14节。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请的，若家己谦卑祈祷，求见我的面，活转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罪。伫遮咱看到，上帝伊一个所欢喜，他所垂听、所感纳的一个祈祷，就是人用谦卑的心，尊重呼求上帝的圣名，较无追求上帝的面，迄种真诚的祷告，然后佮爱离开因罪恶的道路。安尼的祈祷，上帝伊要听，然后伊要行赦免，行医治。圣经伫15节到16节煞接安怎讲？安尼的祝福到底带来什么种的一个福气？咱来看15节到16节，咱做伙读。我要目睭看，耳孔听，伫即所在所献的祈祷，因为我担已经即间殿分别以做圣，互我的名永远伫遐。我的目睭，我的心也要久长伫遐。你遮咱看到所带来的祝福，就是上帝要将这个所在分别为圣，然后永远看顾。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一间圣殿。上帝话讲，咱的生命就是一个灵宫，咱的身体袂当家己来毁坏伊，咱来保持咱的身体灵魂，因为咱的生命就是一个灵宫，咱来起造伊。所以，如果咱这个人会当互上帝来永远看顾，佮将伊分别做圣，保护咱，会当伫圣神的道路顶面。安尼，咱的生命是毋是会当真水、真安全、真平坦，行伫正直的道路？所以，他带15节到16节这段的话，互咱知影，一间教会、一间圣殿，会当得到上帝上大的一个祝福甲应允，这就是教会要复兴的源头甲根基。我会记得，伫我读台南神学院神研所2年级的时阵，伫迄个暑假，我到伫英国去实习，然后去参观几间的即个英国的礼拜堂，非常的互人着惊吼。其实伫欧洲真侪教会，拢诚做册店，无就诚做咖啡厅。圣殿已经毋是人祈祷敬拜的所在，嘛毋是福音的所在，却是一个咖啡厅、书店。为什么会安尼？因为信仰低迷，人无掠上帝做上帝，人已经无要找求上帝，无要相信上帝，也无要倚靠上帝啦。研究教会复兴历史的一个学者叫做欧文。伊发现，伫古今中外，所有真正属灵的复兴，
拢是对什么开始？拢是对基督开始，也就是今仔日的这段的经文，教导咱基督。为什么基督这么重要？因为属灵的复兴不是昙花一现，嘛不是一个突发现象。属灵的复兴是伫慢慢啊操练、锻炼的中间来行出来。在这个过程中间，的确就要祈祷，因为有祈祷就有上帝的工作。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运用天兵来完成上帝的工作。咱人只不过是一个器具。为什么复兴要对基督开始？因为复兴的工作不是人为，而是神为。复兴的工作不是人做出来，是上帝做出来。神为就是上帝做成的，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溃烂，是上帝的圣心在中间在咧运作。所以基督就是运用天兵来完成上帝的工作，互人的心归向上帝，互人拍破家己，互人警醒谦卑。所以基督才会当带来教会群体实质的一个同心合意，在这个中间，上帝的工就做成。安尼教会要怎样复兴？伫遮我要提出两个部分，对伫个人的信仰以及教会群体团体，咱要怎样教会当复兴？伫信徒个人，咱的确就爱困读圣经。伫困读圣经的话语中间，咱爱信靠，毋若信，阁爱家己行出来，就是人会当听到，阁会当行到。然后伫热切迫切的祈祷中间，来持续不断的祷告。伫这个祈祷中间，咱有认罪，咱有悔改，咱有行为外在、内在的一个改变。伫尼希米记第1章4到7节这样讲：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神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咱看到尼希米，他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因为以色列亡国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犯罪，无遵守上帝的诫命。所以伫遮祈祷真重要，特别伫遮要鼓励咱。你若时间会当，咱会当伫拜三的祈祷会，做伙来伫教会参与这个祈祷会，因为这个祈祷会好亲像是教会的心脏，真重要。祈祷嘛，若是干那讲讲尔那定，祈祷是一个意志的维新。第三，咱来结出好的信仰的轨迹。什么叫做信仰的轨迹？咱拢知影伫加拉太书有这个圣灵9果，圣神所给的轨迹，有多高了轨迹啊？圣神9果是哪9果？仁爱、欢喜、和平、吞忍、慈悲、善良、忠信、温柔、尊赞。咱会当看，伫这9粒轨迹的中间，咱欠缺倒一件。所以结出信仰好的轨迹是这个整体，不是干那结一粒啊，我有欢喜尔，或者是结一粒啊，我有善良。有仁爱、欢喜、和平、吞忍、慈悲、善良、忠信、温柔、尊赞，这是一粒统整整体的一粒圣神的轨迹。所以咱去想看嘛，咱欠缺倒一粒。递到这个轨迹，咱无办法来好好啊结出，来荣耀上帝。伫教会群体顶面，咱要怎样复兴？我相信伫教会群体中间，
如果咱会当有这三项，教会伊就复兴啊，会当合一，同心合意，会当彼此相卡，会当彼此相听。同心合意真重要。撒旦魔鬼，伊上惊的就是惊教会的信徒同心合意，所以用尽伊的计谋、谎言、言语，伫遐咧破坏一个群体的合一，想尽办法，他就是要阻挠上帝的教会同心合意。兄弟姊妹，伫遮请咱一定要分别，我主的心帮助咱，互咱的心中将这个拦阻能够借着祈祷这个武器，堵起咱心中，互咱无办法合一的这个物件。然后咱来彼此相卡，彼此相卡就是会当彼此服侍，彼此扶持，会当屈家互相来服侍，然后彼此相听，会当甲啼哭的人做伙去啼哭，甲欢喜的人做伙欢喜。然后教会群体要有一个宣教的使命。学习早期宣教师，什么叫做宣教？宣教就是学习耶稣基督，会当将耶稣基督的听，阁毋捌耶稣的人来甲因宣扬。总是伫宣教顶面上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接待。兄弟姊妹，你捌接待过人客无？一个朋友若是去恁兜，你会用心意甲伊，用你的心意甲伊好好接待款待无？的确是安尼。所以宣教其实有时就是真简单，咱欢喜接待，咱欢喜服侍。今仔日较等礼拜煞就有一场韩国三米教会有丁伫7月份要来到伫咱中间宣教的一个装备培训说明的一个会，望咱好好来思考宣教这个议题。咱大心用一个欢喜接待的心，接待一群来宣教的兄弟姊妹，接待一群学习耶稣基督，因牺牲因的时间，因付出奉献因家己本身做偌济，安尼远道而来的朋友兄弟姊妹，教会咱用欢喜接待，好亲像咱伫咧款待咱厝里的人。为安尼开始，咱若有欢喜，咱若有平安，咱若有心，上帝第一步就开始成就安尼的一个宣教的事工。宣教的使命，也就是咱愿意多走一里路，愿意为主多走一里路，愿意为着听的缘故来多走一里路。伫《使徒行传》第2章44节，有咧描写着初代信徒教会因中间怎样生活。我想到拢真熟的经文，《使徒行传》第2章44节安那讲，伊讲信的人组织做伙，因安那物件公家用，伫遐人安那组织日日同心，专务伫上帝的殿，伫遐学乐上帝，百姓也拢欢喜因。然后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福音。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福音，这就是复兴的一个现象嘛。这就是咧讲到教会嘛。上帝怎样将得救的人日日来加添，互咱的教会？咱若按头前的经文来看，就是信的人常常组织做伙，这就是一个团契，一场的礼拜。信的人常常组织，然后有分享的心，不分你我，日日同心专务伫上帝圣殿的事物，日日同心。常常做伙，同心合意，
然后学了上帝，安尼会一个组织，毋若上帝欢喜，组织的人兄弟姊妹做伙嘛真欢喜平安。这就是咧讲出一个和睦、和平、三听，亲像一个家庭的一幅图。伫前年，我参加属灵教会，我印象真清楚，真印象很深刻。参加属灵教会因设计一个周年嘅开因新教育馆的落成的奉献的一场感恩礼拜。伫迄天，我摕到一个程序单，程序表。伫即个程序表的封面有写4个字，哪4个字？我感觉这4个字简单明了，记会牢，叫做见堂见人。见堂见人，见堂毋若是见着不外表，人的内心需要互被上帝来起造。所以这短短4个字见堂见人，就将教会的起造甲教会复兴的意义甲伊显明出来。教会功能、礼拜堂的样貌、教堂爱起造，总是上帝搁较看重是人的心，愿意互圣神、互真理来起造。人爱会当愿意拄起这个石头的心，石头的心就是固执，无愿意改变。上帝话嘛有讲，伊要将咱的石头的心，甲伊变做什么种的心？肉的心嘛。所以当咱若感觉到咱的心开始咧流软，比以前搁较流软，感谢主，这是圣神做工伫你的生命的内面。如果你感觉你的固执的想法渐渐被改变，你开始会当听到别人的声音，你开始无个固执己见，你开始愿意欣赏、学习、改变，这就是感谢主，这就是你开始温柔。有时咱外表是温柔，内心却是刚硬。都是有的人，可能伊外表真刚硬，总是因内心真温柔。也是姊妹，咱是属于倒一种？原圣性的规矩，一粒一粒，会当结出伫咱的心中，互咱整体成做一个，结出一个，这个整体有这个结果的一个信道的生命。所以咱会记住他拄仔所讲的，复兴不是教会充满人，复兴是人被上帝来充满。当咱的心互上帝、互圣神来充满的时阵，咱的心要对石头的心来变做肉的心。毋望咱落就教会，当教会伫咧办活动的时阵，咱信徒真踊跃参与，总是毋是干那伫轻松、真欢喜、欢乐的中间。毋望当教会需要有人来做工的时阵，有缘亲像咱报名参加佚佗遐尼侪人，那安尼教会就复兴啊，毋是吗？所以教会复兴毋是要看一台去佚佗游览车有几台，乃是咱要做工的时阵，有几台游览车要来到伫咱的中间。所以当教会有需要人来服侍做工的时阵，同款有遮尔侪人愿意参与，这才是复兴的现象。今仔日教会一定用着150年、160年、170年，一定伫咧迈进，甚至到伫200年。教会袂安那袂关门，因为教会是上帝伊的圣神伫咧保护。咱回想咱罗州教会150年来，150年来，风风雨雨行过到今，是毋是有缘阁徛在咧？有缘徛在伫即个所在。所以，当咱教会一直咧往前走的时候，
期待教会毋但人数增加，奉献金钱增加，上时听主的人、爱祈祷的人，搁较侪谦卑顺服、爱行道的人，愈来愈侪。愿主帮助咱，互咱伫教会内面听到搁较侪俄乐关怀、祝福的话，搁较侪愿意来服侍人、服务人，搁较侪。不是单单只顾自己而能顾别人的人，会当顾群体的人，愿意更较多，愿意多走1里路的人，愿意更较多付上代价的人。那么，教会就在复兴的路上。咱要个怎样？要怎样去期待教会复兴啊？教会复兴就在伫你我。今仔日每一个人现场的人，咱就是复兴的一个教母，你毋免搁去期待什么咯，你就是复兴的源头。你敢要期待别人来做工吗 ？No， 咱学习以赛亚，当主的声、呼召的声一出现的时阵，伊甲主讲：主，我伫遮，请你找见我，毋是找见别人，是找见我。今仔日咱在场每一个人，就是要受主找见的人。你毋免搁去等待要怎样复兴啊？复兴就是对你开始，你的心愿意互圣神来充满，你的心愿意互主来呼召，你的心愿意回应主讲：主，我伫遮，请你找见我。人人尊叹上帝的话，人人欢喜奉献，人人爱做主的工，教会就复兴了。感谢主，咱做伙用复兴的火这首诗歌，毋茫伫火热的中间，咱用主来祈祷。主复兴不是遥无可及，乃是现在。复兴的火焰正燃烧，我们能想起胜利的号角，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一起迈向合一的宣教，在主前同心的祷告，让我们忠于使者的呼召，以赞美在宝座前围绕，让复兴的火在我里面燃烧。复兴的火正燃烧，复兴的火焰正燃烧，让我们想起胜利的号角，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一起迈向合一的宣教，在主前同心的祷告，让我们忠于使者的呼召，以赞美在宝座前围绕，让复兴的火在我里面燃烧。复兴的火，生命的火，在我心中点燃。复兴的火，生命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复兴的火，复兴的火，生命的火，在我心中点燃。复兴的火，生命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兄弟姊妹，这个时阵，咱同心开嘴来祈祷。咱第一项为着咱家己本身，要搁有什么伫咧拦阻我们同心合耶稣？要搁有什么伫咧拦阻我们彼此洗脚、彼此相爱？这个时阵，咱伫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互咱才会脱界，一一透过祈祷，求主来击破我们心中这些的围墙，这些不合神心意
喜悦的心思意念。主耶和华讲，恁要复兴，的确着合一。咱同心开嘴，大声为着咱个人心中的围墙，心中那不可击破、不合神喜悦的，咱求主来帮助咱。只有这的信心，会当突破拦住咱合一这的物件。咱求主来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伫你面前恳求你，主搁一摆将阮心中这脱界来除去。主啊，互阮教会这合一，搁一摆合一的心来去做伫阮的中间。主搁一摆将这无办法彼此洗脚，无办法彼此相听，这的脱界来除去。主，互阮的心单单来学习耶稣基督，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主，互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反省，来认罪，来悔改，互阮的行为，互阮的脚离开迄个歹。主，你的眼目要继续来看伫阮的路州教会。主，是的，主，互阮搁一摆，互阮的心来回转来，着主你来改变。主将这无办法，搁伫阮的心中，这会无办法来突破的。主，你信心来击破我们。主，是的。接下来，咱要为着咱的教会伫150年，祝福咱有一个定心的异象看见，合一的宣告，合一的复兴，要伫咱的泸州教会定心来头前新的目标、新的困难来迈进。旧的一切拢过去，大拢要变成新的。咱当心为着咱的教会的复兴来祈祷。主上帝，阮恳求你。主，泸州教会是上帝你所设立，互阮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为神主是伫加呼召伫头前，要来激起阮的心。主，恳求你来帮助阮。主，复兴的道路无远，主啊，就是伫头前。主，互阮每一个人为祈祷、读圣经、爱上帝开始，遵守上帝你的命令，伫你的面前来行出合一的宣告。主，恳求你来帮助阮。主，是的，主，互阮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复兴的道路。主，是的，主，点到阮心中火热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是你加呼召搁一摆，阮的中间来燃起。主，是的，因你要的灵来伫阮的中。复兴的火，复兴的火，神灵的火，在我心中点燃。复兴的火，神灵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复兴的火，复兴的火，神灵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圣神，阮恳求你来伫阮的中间，做正复兴的工课。主，阮搁一摆倚靠你来得胜搁得胜，互阮个人每一个属主你的百姓，互阮的灵苏醒。当阮的灵苏醒的时阵，阮就做正上帝你复兴的一个起头。主，阮复兴，教会就复兴。主，阮将泸州教会合一的宣告，合一的起造，仰望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将疼的溃烂搁一摆施落伫阮的中间，互阮彼此洗脚，彼此相听，学习耶稣基督，用基督的心做心，来起造阮的教会。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要来吟回应诗，圣诗第257首，咱请起立吟全首。
咱备办咱的心来奉献。请起立。即时咱拍开咱的周报，下面咱来念今日的金句，《历代志》第7章第14节，咱台语念一解就好。请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的，若家己谦卑祈祷，求去我的面，活倒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地。历代志第7章第14节。即时我来介绍新朋友，今日有一个新朋友来甲咱中间，吴志宏弟兄，伊是住伫高雄，伊无熟悉咱教会会友吼，咱去欢迎伊。咱嘛，伊无熟悉咱教会会友吼，所以咱逐个吼，咱会自会刷起来熟悉一下，甲伊多多关心建立关系。伊已经受洗啊，吼，咱欢迎伊时常来甲咱教会。即时我来报告消息报告。第一项，本会释教150周年的庆典，伫6月18日下晡，咱要举行感恩的礼拜。第二就是6月22礼拜四，咱有一个泸州的马街日，这是咱教会生日吼。迄天咱有做教会导览。第三是9月初10下晡，咱有要举行一个社区分享音乐会，请大家为着这个聚会守望祈祷。第二项就是咱教会有做一领纪念衫吼，要送互咱兄弟姊妹一人一领。咱会记咧还袂登记的，还袂试穿衫的，就会记咧等下聚会煞会当来填写吼。第三项的庆生会，咱伫落尾才来举行。第四项，今日台语礼拜了后要举行暑假韩国三一教会甲泸州的短宣。咱有一个装备演习吼，咱请中职同工、团契会长，阁有议员同齐参加的兄弟姊妹，伫1楼，咱的国城牧师会来帮咱训练，大家会记咧等下落去楼骹1楼。
来，第5点就是12点20分要召开中执会，请中执同工准时出席开会。第6点是咱的雅展知识甲慧珍姐吼，伊的查某囝苏巧兰伊乔迁感恩礼拜吼，今日下晡4点咱欢迎咱有时间的人拢会当同齐去甲伊欢喜吼捷运会当坐到西门站咱周报有写嘛会使坐公车去。若毋知影会使甲雅典问一下看要安怎去咱恭喜雅典甲慧珍。后一个主日就是咱要教会举行母亲节的感恩礼拜，所以后礼拜是9点聚会，敢若有一堂安尼他无来的人，你嘛会当甲兄弟姊妹因讲。来就是会后有准备爱宴，请重点是请大家自备餐具咱爱环保。第8项5月14感恩礼拜了后，要举行亲子家庭联谊会。欢迎厝内底有幼婴仔的，有还未读书的，也是国小以下的，欢迎家长带小朋友同齐来参加。5月17拜三暗8点，咱教会守望大岛组特别为着咱教会守望有办一个泰泽音乐祷告会，这是一个真特别的经历请兄弟姊妹咱同齐来参加。第10关怀探访，后礼拜5暗时这是5月19 8点伫洪正田甲萧淑燕夫妇伊的家庭要做关怀探访，今日毋知有来无？有咱起立，互咱大家熟悉一下，咱该祝福咱5月19会记伫8点伊的厝伫咧民族路，后礼拜应该会佫报告一届。好。佫有真重要的拜三祈祷会伫遮共款呼吁兄弟姊妹一定爱来参加，暗时8点。会计报告的部分，咱家己过目就好来，团契消息就是咱同心团契因为是后一个主日是母亲节，所以伊的聚会暂停一届所以同心团契的客友爱会记得来。具体相通的部分，请咱兄弟姊妹伫咧每一日祈祷的时，为着遮个需要的兄弟姊妹提名代祷。特别为着今年咱150周年，为着咱教会异常使命卫生宣告福音，这项事每一日拢祈祷伫上帝的面前。再来就是教界消息，5月13后一个拜六。上午9点到12点10分，台北中会传道部举行初阶长职训练会，有报名的中职，请你准时会记得去参加，地点伫大长城教会。以上，咱要来请牧师来，有要补充报告无？还是咱先来庆典，迄落生日礼物来，我念着，请来到头前。若是你5月生日的，无记伫遮的嘛，欢迎你来头前来，咱请淑美姐、仁义长老、秀兰长老、龙珍长老、慧珍姐，佫有易家姐、永莲姐、玉智、方叶、廖国柱，还有陈冠琪，请有念着的兄弟姊妹来到头前。牧师有要补充报告无？
当然咱差不多大概10点半10点35左右咱伫1楼来做伙来演习。那留落来人已经参加中集会，咱拢有准备便当伫遮甲大家补充报告。好，来感谢主。即时咱来上音马面诗393首，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阿免。